係瓊華族嘅同伴嗎？我能夠感受到你身上邊有一股瓊華族嘅力量，我終於等到你啦，同伴啊，你聽我講啦，我係千水啊，呢一個係我留喺戒指空間入邊嘅一抹意識，我喺呢度留低咗個戒指空間，係防止如果有瓊華族嘅同伴俾人捉咗入天命閣，就可以用呢樣嘢短暫咁匿埋，唔俾監視者發現。你可以將佢攞走，去揾一個叫做許官嘅人，佢話俾你知口訣，你可以開啟呢個戒指空間，匿喺入邊，保護好自己。但係如果你真係能夠安全咁樣走出去嘅話，我流傳喺呢度嘅意識，亦都算係完成咗佢嘅使命啦。係啦，同伴啊，仲有一件事，我想麻煩你幫下我㗎。我同一個小族人叫做湖光，喺一場大難入邊，我哋失散咗，從未嚟一次告別。天命閣就對我布下咗天羅地網，一直都喺度追殺我。不過幸運嘅係，佢哋唔知道湖光嘅存在，所以我一定唔可以俾佢哋揾到㗎。但係如果我呢度任何地方都好，樹靈都可以透過天命之眼探測呢個世界之靈，跟住揾到我行蹤。所以我打算跳入輪迴，俾自己作為人類轉世投胎，咁樣樹靈就永遠都揾唔到我。如果你今次真係成功走得出去嘅話，請你幫我話俾湖光知，就將我唔喺度嘅日子當係一場捉迷藏嘅遊戲，將自己收埋得好啲，一直收埋到重新翻嚟揾佢嗰一日。同伴啊，即使瓊華一族遭受如此大難，但係還請同伴你能夠堅守瓊華嘅本心，切勿陷於呢個仇恨之中，時刻謹記我哋瓊華一族係冇執念㗎。所以同伴，最後祝你未來之路光明燦爛，再見啦！